由澳門品牌企業商會主辦，澳門江門同鄉會兒康活動中心、澳門書法院、澳門長城書畫家協會、澳門民間藝術珍藏協會、澳門藝術文化交流協會協辦，獲文化發展基金資助的慶祝粵港澳第15屆全運會主題書畫展12月29日至12月31日舉行。30日上午11時半，在江門同鄉會兒康活動中心舉行展彩儀式，匯聚三地知名書畫家約200幅精品，借此慶祝第15屆全運會舉行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，促進灣區文化交流與合作。澳門品牌企業商會理事長倪蚊河表示，展覽以慶賀全運會為契機，以筆墨抒懷，展現體育精神與文化藝術的深度融合，期望透過書畫藝術連結粵港澳三地文化情誼，讓居民及旅客共賞藝術佳作，感受文化魅力。活動旨在彰顯體育與人民並重的精神，進一步推動本地文化事業發展，並為灣區的文化協作注入新動能。展覽匯集多幅以體育競技、灣區風貌及中華文化為主題的書畫佳作，筆觸間既見運動健兒的力與美，亦蘊含傳統水墨的韻致與意境。